一寡意见，讲即60几冬来，本土出世的台湾本土出世的台湾人是拢无国籍，吼、即人拢是生活伫政治的迄个领域之中。即个问题是因为美国甲中国来10几冬来，即个政治的即个问题所引起的，佮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模糊，策略性的模糊，搁来说落去就是讲，我若奥巴马总统写批吼，伊有亲自甲回馈，所以即种个会当今仔日讲，咱会当去Washington DC设即个代表处，是真侪人共同的努力吼。佮其他日本方面，其他世界各国咱的台湾人去甲各国吼，拢有咧关心咱的母国。我真欢喜就是讲，即马奥巴马听到咱的声音嘛，美国的即个State Department 嘛有听到咱的声音嘛，这就是讲林志升控诉 USA 终于有甲咱回应，这是真咱台湾人真会当感觉兴奋，真欢喜的一件代志，因为这个是在经济金山和平条约，大家有真侪人可能知影，若是毋知影，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，美国的宪法第6条 Article 6有一句话，迄可能是1776年的美国宪法的第6条内底就写一句话，讲美国已经签的，或者是将来继续搁签的treaty 就是当然就是世界迄个和平条条约国际条约，拢是视同应宪法共迄个过节，用 Supreme Law of the Land。所以咱伫即个旧金山和平条约58冬前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约，顶头美国的宪法，若照美國伊即个建国230几冬来，伊有经过战争，有经过条约去买土地，伊经过战争所占领的即个海外领土安怎处理，这就是一个判例case law，这是林志升搁即个美国会当做参考的所在。若照这 case law，甲照即个美国所认知的这世界战争法，美国有义务，就是讲伊有义务帮助咱本土的台湾人设立一个平民政府。这个平民政府伫将来应该是宪报即个 ROC 流亡在台湾的政府的迄个政权以后，即个平民政府会当去甲继承起来，取而代之，所以即马台湾就是开始要即个筹备即个平民政府，至于派我做Washington DC 做代表即个初步是即个平民政府开会决定讲由我去，但是正式即个用一个真正面的交代，就要等到明年7月7日，因为已经有人咧甲我找迄个办公室的地点，已经有人咧开始咧甲我斗咧筹备将来7月7日可能会DC 办一个我这 office 开始的即个酒会，但是我今日要甲大家报告的是讲，我若是去做Washington DC 的代表，我有3个工作目标。第一个工作目标是针对美国的即个国务院，针对美国国务院就是讲，你高丽欢迎裁判讲我的母国，咱即马台湾是咱的母国，美国咱也入籍，美国这是咱的父国，mother country and father country。我要甲迄个美国国务院讲，我的母国，本土的台湾人，将近2000万的人，
你高等法院判讲这人无国籍，啊，我要要求美国 State Department，我要甲你 coordinate， 吼、你要安怎来发这个ID，interim ID， 吼、伫这个过去美国的这个战争引起的这个海外领土拢有经过这个过程，伊有发一个 interim ID，including travel documents such as passport， 吼、啊，这 passport 呢，我要要求美国 State Department， 吼、这个证件是受你美国宪法保护的，受你至少有迄个宪法第5条的真侪迄个保护。这个 passport 本身呢，应该会当互本土的台湾人去到世界各国，尤其是台商，要入境他国通行辅助，甚至你爱互这 passport 或 travel ID， 讲这人拢是中国籍的台湾人，本土出生台湾人。这是第一点，我要甲迄个 State Department coordinate， 要研究要来互这个 ID。在这个同时呢，咱应该爱了解讲，伫台湾2300万的人口内底，吼、是前嘛是前旧金山和平条约58当前以后伫台湾出世的人，吼、就是这无国籍的人。但是伫这个台湾，这是超占82%度，伫台湾的人口，另外18%度是属于甲蒋介石因遐的流亡政府过来台湾的，因新来的啦，吼，后来的啦，1940年迄个后期，过来台湾的，甲因后代，这18%度的人，因的法律上仍然是属于流亡的中国政府的国籍的人，吼、这人以我个人来讲，这人的国籍法律上的地位，其实是甲流亡伫印度的达赖喇嘛，甲走去伫印度的，而且西藏族的流亡在这个PRC 的这个 National Territory 外面的达赖喇嘛甲伊的藏族同胞同等的同款的这个国际法律地位。人达赖喇嘛伫印度，甲伊的藏族同胞伫印度，人逐当都真感谢印度。达赖喇嘛手上嘛无武器，世界逐个遐尼尊敬。所以将来就是讲，咱来根据我拄仔这个要甲 State Department如写这个方案者，82%的人应该是属于本土出世无国籍，咱要希望 State Department 互咱 ID。至于迄18%要安怎处理，咱无必要去甲伊抗议。我认为讲，这是嘛是因为战争引起的，所以我嘛有需要甲 State Department， 甚至于佮加上需要甲 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去 coordinate， 要安怎来，这人有可能就是讲，互你一档的事可记，因的主理尤其是伫本土出世的，你嘛会使讲你是本土出世的，你甲伊即张 ID。若是因的爸母迄辈者，恁继续要摕 RC， 恁要爱着我者，恁无要做台湾人，恁嘛有自由。你以后你和平解决，你 TRC 去和平解决，这是两岸的中国人爱和平解决因的代志，这是关于这个无国籍的问题，ID 的问题，佮进一步的想法就是讲，遐人就是台湾关系法，就是咧有管理到 people on 台湾，其实，若要讲我拄仔讲的迄18%，应该包括金门、甲马祖遐人，我知也是属于流亡ROC 的国民的人，这我一切我讲的无一定准绳，但是这是我要向State Department 和 Defense Department 要 coordinate 要来想办法处理的代志。第二件代志就是针对于美国的国防部，照咱所在目前
台湾是朋友。